其實超開心嘅，見到在場嘅學生係充滿活力啦，咁亦都令我諗翻起以前做運動員嘅一啲點滴啦。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繼續支持運動啦，將你哋嘅運動融入你哋生活之中。為努力喝彩，耶！超級好玩啊！快啲嚟玩啊！好玩同埋都幾迎合呢個主題運動咯。一齊嚟挑戰啦！為努力喝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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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努力喝彩！